台语新闻我听无，江丁秋带着一人的愿望甲期待，公司的台语台总算开始播送，连续几若天的播出，有新制作的节目，有以早的台语影片甲电视剧，嘛有旧的台语节目，加上台语的字幕。总是闹热滚滚来开播，互台语人的热情对电视节目的播出咧起舞，世界甲人宣传这个新时代的来临，要互更较侪人来看电视学台语，甲当作咱吹杀台语一个真重要的工课。公司台语台开始播送一礼拜了后，反应甲评论的文章一篇搁一篇，有呵恼的赞声，用正面的态度，期待因会愈来愈好，嘛有批评的片相，讲啥物无训练好好，就紧拼拼坐上台仔顶，安尼会拍歹台语的形象。总是我保持较开放的态度，对较正面来思考。大家做阵来甲因鼓励甲监督，相信竞争人的力量，一定会互公司台语台愈做愈好。伫遮尔济讨论的文章内底，我有看到一个阿伯啊，伊讲台语台的节目加减有咧看，但是若到台语新闻的报道，伊就随转去别台。讲伊听无新闻咧报啥，这声害啊！应该是台语上端定的台语台所报的台语新闻，煞互人听拢无，安尼代志就大条啊！即马我就有这2礼拜看台语台的节目甲新闻的一丝看法，互公司台语台做参考。听做未来改进的方向，我想对台语的吹杀有正面的帮助。下面这几点，就是我对公司台语台小小的意见，请大家罔参考。第一，新闻稿一定要用台语文书写，若无一寡对华语直接反过来，定就会走精去。第二，速度要放互较慢咧，袂使像学生囡仔咧念册安尼。学生囡仔是有课本通看，若是观众，大部分是台语的青面牛，看无台语字幕。第三，尽量莫用简单式的讲法，像讲精准，就较莫用咧，爱讲正确个标准。搁有，莫讲直译，爱讲直接反过来，安尼才袂互观众听甲伤吃力。第四，爱真清楚来表达台语的声调甲语气。台语的声调非常的丰富，你若当底关机念了无够斗达，无够明确，会若像咧念经。互人听着足碍扰。过来，台语的声情甲语气一定要明显甲表达出来，安尼才有法度甲观众对话。第五，必要的所在要加连接词也是助词，会互观众听了较清楚。像讲，这个答案对毋对？换做对也毋对，日本首相安倍改做日本的首相安倍，安尼加正好理解。相信经过咱一摆搁一摆的建议，公司台语台一定搁较上脚，符合咱的愿望。